最近我製作咗一套用粵語讀誦嘅地藏經光碟，有唔少人請翻屋企每日讀誦，但係有部分聽眾從未聽過經文嘅義理，所以對於地藏法門可能仲未理解個中嘅重點同埋修持方法。有一位熱心嘅聽眾向我提議，將地藏法門歸納幾個重點，使到初學者能夠易於理解同埋便於收集。因此一連三講，我會依據地藏菩薩本願經嘅義理，將地藏法門綜合為5個要點，以供有志修學者參考。第一係深信因果報應，第二係廣行十善業道，第三係持念地藏菩薩聖號，第四係讀誦地藏菩薩本願經，第五係發願同埋回向。前兩項係日常生活嘅實踐，後三項屬於每日嘅定課修持。現在先講第一點，深信因果報應。地藏菩薩本願經以因果報應為宗旨，勸人改惡向善。全經有13品，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至到地獄名號品第5係闡述惡業嘅報應。如來讚歎品第6至到足類人天品第13係宣揚善業嘅功德。因果報應思想除咗指出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之外，更重要嘅係佢強調自作自受嘅道理，認為眾生必須對自己嘅行為負責。中國原有嘅善惡報應係由上天鬼神嘅賞善罰惡嚟體現嘅，着重教人為果，係他律性嘅道德規範。但係佛教嘅因果報應係強調自覺，着重教人為因，將惡因消滅於醞釀時期，將他律性提升為自律性嘅道德規範。經中描述地獄慘狀甚為詳細，為眾生提供咗一面反觀行為嘅鏡子，照見自己作業後所遭受嘅無邊痛苦。地獄名號品第5講，行惡眾生業感如是，業力甚大，能敵須彌，能深巨海，能障聖道。是故眾生莫輕小惡，以為無罪，死後有報，纖毫受之。地獄嘅果報係自己所做嘅罪業所招感嘅，所以凡係學佛者，首先必須深信因果報應嘅道理，切莫種下惡因，經常要警覺同埋自省，擇善去惡，提高內心嘅精神境界同埋修行層次嘅。釋迦牟尼佛喺菩提樹下成道嘅時候講：奇哉奇哉，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覺性，但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。若無妄想執着，則無師智，自然智即得現前。從無始以來，眾生係因為妄想執着，遂以迷惑造業，流轉於生死苦海之中嘅。所以妄執係因，作業是緣。乜嘢係業呢？業係身口意所做嘅一切善惡事業。佛經講身口意三業能夠作十惡嘅，即係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綺語、惡口、兩舌、慳貪、瞋恚同埋邪見。但係身口意三業亦能作十善嘅，即係十善業道。其中係有2個層次嘅，先止惡後行善。止惡即係止息十惡，不惱眾生；止身嘅三惡，即係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；止口嘅四惡，即係不妄語、不綺語、不惡口、不兩舌；止意嘅三惡，即係不慳貪、不瞋恚同埋不邪見。行善係修行十善，利樂一切。第一，救護生命，即係話不單止不殺生，更能救護眾生。第二係布施資財，即係不單止不偷盜，更能布施結緣。第三係遵修梵行，不單止不邪淫，更能清淨梵行。第四係說誠實語，
不單止不妄語，更能說話誠實。第五係善言安慰，不單止係不惡口，更能柔順言語。第六係作利益語，不單止不議語，更能正直言語。第七係和合彼此，不單止係不兩舌，更能和合悅眾。第八係常懷捨心，即係不單止不慳貪，更能布施結緣。第九係恒生慈念，不單止係不親威，更能廣行慈悲。第十係正知正見，不單止不邪見，更能正信因果嘅。根據《地藏十輪經》卷9講，若不修行十善業道，設經十方佛土，微塵數劫，自號大乘，或說或聽或但發心，或發誓願，終不能證菩提涅槃，亦不令他脫生死苦。所以凡修習地藏法門嘅人，必須廣行十善業道，即係止息十惡，修行十善。當然，對於在家居士嚟講，生活喺爾虞我詐嘅大都會之中，修習十善業道係件難事。但係只要隨分隨力，竭盡己能，必會漸漸減除惡緣，增長善業，成就正行嘅。學佛嘅人雖然能夠收集佛法，但係畢竟係業障凡夫，一旦遇到逆境、惡緣、疾病，就會產生煩惱，障礙自己嘅修行。如果時常得蒙地藏菩薩嘅庇護，咁就無此顧慮啦。據《地藏十輪經》所講，地藏菩薩喺常寂光中，現在每日晨朝之時，於定中入無量三昧禪羅，觀察一切受苦眾生，隨機附感而予以救度嘅。但係眾生必須同菩薩溝通，先至能夠發生感應嘅。呢個溝通就係持念地藏菩薩聖號，同埋禮拜地藏菩薩形象啦。地藏菩薩本願經見聞利益品第12講：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欲求現在未來百千萬億等願，百千萬億等事，但當皈依瞻禮，供養讚歎地藏菩薩形象，如是所願所求，皆悉成就。所以只要閣下能夠安奉地藏菩薩像，經常以香花、鮮果、淨水等供養，並且每日能夠抽出15至30分鐘嘅時間禮拜同埋持念地藏菩薩聖號，至誠懇切，自然能夠同菩薩感應道交，產生不可思議嘅功德嘅。地藏法門以3經為主：地藏菩薩本願經、地藏十輪經同埋瞻察善惡業報經。地藏菩薩本願經宣說地藏菩薩嘅誓願同埋果德，比地藏十輪經較為通俗易懂。瞻察善惡業報經教人以目輪相法去瞻察善惡、苦樂吉凶等事，非初學者所能了解嘅。所以修地藏法門嘅人，大多數以地藏菩薩本願經為每日讀誦嘅經典。修習地藏法門嘅人，每日應該讀誦地藏經，全經分上中下3卷，共13品。每次可以誦3卷，或者2卷，或者1卷，甚至1品亦都可以。多少應視乎個別嘅情況而定。如果時間許可，一次誦完3卷最為圓滿嘅。凡係學佛嘅人，上至菩薩，下至初皈依者，都已經發過通願，即係4弘誓願。除咗通願之外，菩薩都各有別願嘅。地藏菩薩嘅別願係無盡嘅布施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。有唔少虔誠嘅學佛者，喜歡每日於課誦完畢之後，長跪於菩薩像前，另發別願嘅。咩叫做別願呢？就係自己個別立誓嘅願望，例如扶貧助學、護法放生、乃至義務照顧病人等善行，都係別願嚟嘅。每日喺菩薩像前重複自己嘅別願，可能激勵內心嘅善性，提升修持嘅精神境界嘅。除咗發願之外，必須合掌至誠回向，即係將當日禮拜念誦嘅功德
回轉俾一切眾生，或者某病人，或者自己，使到所求之願得蒙地藏菩薩感應，早日完成嘅。以上一連三講略述地藏法門，雖然義理未能夠詳盡，亦可作為初學者嘅修習規範嘅。